我哋好多時行過立法局，打開本年鑑，或者喺一啲莊嚴嘅場合，都會見到代表住香港嘅徽章嘅。係啦，各位朋友，咁你哋知唔知呢個徽章每一個組成部分，好似龍啊、獅子啊咁，係代表啲乜嘢啊？嗱，唔知啊？身為香港人，連代表香港嘅徽章究竟有咩意義都唔知，認真醜喎！嗱，如果你有求知興趣嘅呢，咁就聽下我哋詳細解話啦。嗱，喺徽章左邊嘅咧，就係代表住英國嘅獅子啦。而喺右邊嘅龍咧，就係象徵住中國。呢兩隻動物代表住中英雙方，維護住中間嘅就係香港啦。喺徽章嘅頂部呢，有一隻小獅子嘅噃。呢隻小獅子呢，其實係代表管治香港嘅港督嘅。小獅子雙手捧住嘅係一粒珍珠，佢象徵住地方細細，但係就有無窮價值嘅香港。嗱，小獅子腳下呢，就係成個徽章最重要嘅部分啦，就係盾牌。喺盾牌入邊最矚目嘅就係大海上面嘅兩隻船啦，佢哋係顯示香港呢個古老漁港發展起東方嘅貿易。盾牌最上邊嘅係一個海軍官，佢係顯示香港同英國海軍以及商船嘅密切關係㗎。跟住喺海軍官下邊嘅就係一幅象徵住1941年抗日戰役嘅城牆啦。其實整個徽章嘅主題係顯示香港同英國嘅關係，以及香港十分依賴海上交通嘅聯繫同埋貿易㗎。了解多啲香港嘅事物，先至係香港人啊嘛〜